是。我们没有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还要发出来，要载很多很多的众生，偏偏我们够努力啊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自信众生都度不了，所以我们也度不了这岸上芸芸的众生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还没有像佛菩萨那样的心境，没有把那个佛心把它写过，所以我们没有有这种感觉感，不会感觉天使境界。或许也需要努力，所以大家互相勉励。到底要怎么样做才真的在修化？刚才会有讲四个相信，真正伟大的像孔子、像佛陀，他们就那个几十年的讲经说法，就留给人家几千人、无数的人什么性命的皈依、生命的什么灯塔，那就是朝那方向前进。那不是只有一个空间的一个人事组织的运作而已，那种精神、思想、心法的传承才是关键。先看后面的结论，我们再来听这首《法常开》啊。好，圆满此生的功课，这是我们该做这一生其实真正的功课，踏上修道的路，最后回于天道荣华会上，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，好不好？这是今天后续的结论哈。然后我们来听听这首《法常开》啊，或许今天的学习，我们就到这边啊。